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大家上午好。在省11次党代会开启建成支点、走在前列新征程，迎接党的19大召开之际，在美丽的东湖之滨，我们高兴地迎来了在座的各位嘉宾。下面我们将用一场千古绝响曾侯乙编钟演奏会，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。曾侯乙部出土了包括钟、磬、琴瑟、鼓声在内的共9种125件乐器，其中曾侯乙编钟共为65件，重达5吨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体量最大、结构最为复杂、制作最为精湛的一套青铜编钟。它代表了公元前5世纪人类音乐成就的最高水平，性能优良，能够演奏古今中外的各种名曲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表演当中，就让我们与您一同来感受它们的魅力。首先，请欣赏《金殿》，这首乐曲描绘了古代宫廷钟鸣鼎食的礼乐场景，请欣赏。埙是我国古老的吹奏乐器，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。相传其为远古时期狩猎所使用的工具。而我们今天为大家展示的这枚埙为陶土制9孔梨形埙，它的音色悲凉而凄婉，极具表现力。乐曲哀吟则正是借用了埙的这音色特点，表现了屈原在得知楚国都整饮陷落时的悲愤心情。接下来，请欣赏埙独奏哀吟。